有人发光，有人发亮，而你只会发棒、发癫、发神经。我想当老板娘了，你能不能快点发财？哦，你说这种，我还想当老板呢？你以为赚钱那么容易啊？娶你回来，你不够付，我的祖坟都冒青烟喽！我不旺夫吗？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过，口红啊、包包啊更不用说了。我要是不旺夫，早就把你钱花光光了，你早就破产了。别笑，哟，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帮我省钱喽？就你这个鬼样子，化妆比不化妆还吓人呢！你画个毛线啊你啊！你去哪里啊？进民政局找二手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要走好吗？你自己过吧，我要去找二手的。你去哪里找还不是二手的？我讲就过了嘛，没啊。